迎收睇晚間新聞，我係方健儀。今晚嘅主要新聞有：喺金融海嘯之下，負資產宗數3級跳，升到3年以嚟嘅最高。的士司機話收入減少咗，要求車主減租。醫療專題會解開夢遊之謎。又去睇下美國飛魚費爾普斯承認食大麻。跟住睇下詳細嘅新聞內容。本港最新負資產按揭宗數按季急升咗3倍，重返1萬宗嘅水平，係3年以嚟嘅最高。金管局總裁任志剛相信情況唔會壞到好似98至03年，至於十大屋苑嘅樓價就不斷下跌。我哋先睇下負資產嘅趨勢。